出嗰本散文集嘅設計圖樣搞掂未啊？哦，搞掂晒啦，boss啊，你睇下。唔使睇啦，通通要由頭做過。boss，我花咗好多心血噶咯。我知吓，不過嗰本散文集係名作家李寧嘅作品，好賣得噶。今次我哋廣告公司一定要慎重其事去做，因為直接影響公司嘅招牌。作家李寧仲親自打算參與製作添。你嘅意思係？等陣一齊出去食晏。李先生需要一個有衝勁有料嘅 partner。咁原本做開嗰間糖果公司呢？我已經吩咐阿 Ann 佢哋搞掂噶啦。12點半嚟搵我啊。OK。成1點1個骨噶咯噃，乜該李寧咁啩？慣性遲到嘅。有藝術家脾氣嘅人，多數係咁噶啦。何況佢喺文化界係出名嘅浪子添。浪子？係啊。李寧呢邊啊。哦。係。對唔住啊，對唔住啊。乜事啊？隨便坐。食啲乜嘢啊？隨便。OK。俾你睇下，3個 set lunch。好，嚟，等我嚟介紹下李寧先生，呢位係我哋嘅設計主任畢素。李生。